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梅艷芳嘅母親梅陳美金上個月迎嚟100歲大壽，港媒曝光現場嘅相。照片中，梅媽坐喺正直，身着紅花 jacket， 精神霍搦，雙眼望住鏡頭，炯炯有神，手入邊仲用叉食手包，十分歡喜。另一張相係梅媽擘大口要食蛋糕嘅搞怪相。大家都話老人過生日，過一年後生一年。梅媽真係越活越年輕，變得慈眉善目，和藹可親啦。梅媽唯一健在嘅仔梅啟明並未現身，但係唔影響梅媽嘅好心情。而且老人居住嘅豪宅環境乾淨整潔，身邊有多位工人照顧，係佢自己嘅福氣，亦係梅艷芳嘅孝心。梅媽仲晒出港府頒發嘅祝壽賀函及紅包，原來相關部門一早就得悉梅媽嘅生日，送上紅包及賀卡祝福。等梅媽到105歲嘅時候，佢哋會再次表達心意。梅陳美金同丈夫先後生育2子2女，包括2子梅德明、3女梅愛芳及4女梅艷芳均死於癌症，一生坎坷多磨難。梅艷芳4歲登台養家活口，雖然母親重男輕女，但佢十分孝順。生前估到母親同大哥梅啟明會揮霍佢嘅遺產，所以創立信託基金。每個月淨係俾7萬蚊嘅生活費，等母親100年之後捐出。目前梅媽1個月嘅生活費已經漲到20萬，梅艷芳嘅遺產亦被妥善管理，仍有上億資產。長子梅啟明一直覬覦呢筆遺產，多次慫恿梅媽打官司爭產，連年失敗，唔單止丟盡顏面，仲導致2人破產，變賣咗梅艷芳嘅遺物及房產還債。梅媽2年前開始醒悟，唔再支持梅啟明爭產，為咗阻止個仔不惜登報宣布斷絕母子關係。期間不堪個仔打攪，搬到醫院養老，2人嘅關係一落千丈。加之梅啟明被爆婚內出軌，梅媽因此下定決心唔會再俾個仔零用錢。不過梅啟明呢邊亦都喊冤，指自己每個月最多1-2萬生活費，甚至不如屋企嘅狗使得多。梅啟明舊年曾大鬧醫院，梅媽堅決唔同個仔見面。依家梅媽過100歲生日，梅啟明一家3口都冇到場。不過梅媽仲有孫仔及外孫，唔擔心冇人陪伴。遠離個仔之後，生活回歸平靜，面目都變溫和咗。早前有香港媒體爆料，今年已經100歲嘅梅艷芳母親兒子因為心臟原因入院。後來有媒體打電話俾梅艷芳嘅哥哥求證，卻被對方告知母親身體並無大礙，只不過係得咗普通感冒。梅啟明回答嘅時候語氣輕飄飄，並唔係特別關心嘅樣。對於記者問母親是否住院，梅啟明並冇否認，反而係連環追問記者從邊度得返嚟嘅消息，感覺有啲心虛嘅樣。記者打電話求證時，梅啟明嗰邊嘅背景音非常之嘈雜，時不時仲傳嚟音樂嘅聲音，應該正喺娛樂場所休閒享樂，生活非常之快活。老母親住院，梅啟明唔去醫院照顧，佢係只顧自己享樂，將所有嘅責任都推到保姆身上。睇嚟梅艷芳母親唯一在世嘅仔，亦都並唔孝順啊。梅艷芳過身後，根據遺囑，梅媽每個月可以攞到一筆生活費。等到梅媽過身後，信託公司會將餘下金額捐俾慈善事業。梅艷芳之所以咁樣分配遺產，係因為佢知道，如果一次性將所有嘅遺產全部俾晒母親嘅話，母親好有可能喺短時間內揮霍一空。按照梅艷芳財產分配，梅媽本來係可以安享晚年嘅，但奈何梅媽貪得無厭，多次打官司想要一次性得到個女嘅全部財產，但最後都以失敗告終。啱啱開始梅媽打官司嘅時候，大仔梅啟明經常陪伴佢喺左右，想等到母親打官司獲勝後從中得利。梅媽對大仔甚是偏愛，經常攞生活費補貼大仔一家。多次敗訴後，梅啟明知道自己攞唔到遺產，就好少照顧梅媽啦。就算有時梅啟明陪阿媽食飯，遲到就算啦，食完飯亦都唔俾錢，最後等住年邁嘅梅媽埋單。而且大仔一家並唔同年邁嘅母親一齊居住，如今梅媽已經8歲高齡，只能一人居住，身邊只有保姆陪伴。如今病咗住院，僅剩嘅仔亦都不聞不問，晚年似乎有啲淒慘。不過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，之前梅媽為咗盡可能多咁攞到財產，
仲申請咗從梅艷芳嘅遺產中攞出20萬港幣嚟慶祝佢嘅大壽，宴席超過20圍，每圍大約9000蚊。生日宴當日，梅媽精神奕奕，穿金戴銀，被一眾人簇擁，20萬當然亦都好快揮霍一空。梅媽貪婪嘅惡行當然亦都唔止咁一件，為咗錢佢不惜消費自己死咗嘅女。19年12月30日係梅艷芳過身16週年紀念日，梅媽同梅啟明為梅艷芳籌備咗梅艷芳國際紀念館。佢哋兩個嘅呢種行為表面上係為咗紀念梅艷芳，實際上呢個只不過係佢哋斂財嘅手段。佢哋喺館內設置咗一啲收費嘅特刊同埋紀念卡，喺旁邊增設收錢箱，供粉絲們購買。至於粉絲們購買嘅錢，唔使講，大家都應該知道落咗邊個嘅袋啦。早喺80年代嘅時候，梅啟明因為做生意破產，欠低咗幾百萬嘅外債。梅媽偏向於梅啟明，要求梅艷芳替哥哥償還外債，唔好計較，唔好追討。梅艷芳替哥哥還完巨額欠款後，令到梅啟明嘗到咗甜頭。自此以後，佢就更加變本加厲咁啃老，因為佢知道梅艷芳好孝順，有媽媽一啖食嘅，自己自然唔會餓親。不得不說，梅媽同梅啟明嘅呢啲行為真係太令人寒心啦，貪婪又冇底線。不過呢次梅媽如果真係普通嘅感冒還好，如果病情嚴重嘅話，梅啟明嘅好日子亦就要到頭啦。前幾日梅媽再次因身體不適入院，一時間病危流言四起。照顧梅媽多年嘅趙姑娘受訪嘅時候闢謠，稱梅媽只係消化不良。趙姑娘受訪表示，多謝大家關心，梅媽只係胃有啲唔舒服，老人家消化不良，要入院檢查啫，過幾日就出院。佢一年要住院幾次，不過身體冇咩事，用拐杖仲可以慢慢行路。港媒試圖聯繫梅媽長子梅啟明，但暫時無人接聽電話。梅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係2019年12月，侍奉梅姑忌辰。梅媽談及個女雙眼通紅，忍唔住流淚。梅媽每個月生活費高達10幾萬，如果唔係執意增產，老太太會安享晚年，覺得比多數人都要富有，唔至於多次入院治療，狀況堪憂。梅媽早前因心臟病入院，當時做咗通波仔手術，情況恢復得唔錯。如今梅媽身體抱恙，增產官司亦宣告進入尾聲。唔知此刻嘅梅啟明是否留喺媽媽身邊陪伴？昔日遊手好閒嘅梅啟明，近年開始佈局人生下半場。舊年喺香港開咗一間馬來西亞食品店，因疫情關係擱置咗好耐。儘管增產無望，梅啟明仲係冇忘記為妹妹掃墓，同時成立梅艷芳國際紀念館，並將食物店開喺附近。梅家4名仔女喺感情方面都非常不順。梅艷芳生前未婚未育，二哥梅德明留有4名仔女，但病逝前2任太太都冇現身送別。大哥梅啟明育有1子，卻長期同妻兒分居，感情狀況不明。換而言之，如今留喺梅媽身邊嘅，淨係得返個仔梅啟明，以及靠金錢維繫關係嘅工人姐姐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點讚訂閱我哋。